今日我同大家睇加多利豪園一個中層 D 室，得物實用面積921尺，係一個套3房單位，有共用套房，仲附帶一個車位㗎。單位客飯廳係一個長方形橫廳設計，原因係呢間 D 室享有一個又靚又開揚嘅加多利山景觀。你話係咪好靚呢？近飯廳嗰邊有2間細房，兩間細房都係60零尺，望加多利山。走廊盡頭係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就大啲啦，有103尺。右手邊有個納入牆衣櫃，而景觀呢，3間房一樣，望加多利山。至於廚房亦係方正實用，3邊有櫥櫃，而工人套房亦喺裏邊。我有咁好介紹，你睇樓記得揾我。我九龍豪宅姚戰將，我電話902-596-9026-6666。好啦，大家睇樓見啦。